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4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不认知。台湾头一日家己制作的气象卫星啦，防假按算9月发射升空，希望对台湾的气象甲科学研究有正面帮助。世界听奖倒球锦标赛，咱台湾男子团体代表队目前分组第一，拍入前4强，残酷拍赢日本，今嘛要拼金牌咯。世界卫生组织第14有甲大肠阿斯巴甜列做是自闭级的致癌物，意思是讲证据不足，不过可能会引起癌症成分。讲到新北市邦桥市药盒案，落尾是侦查终结无起诉，不过时代力量立委王婉如不办国民党王宏维讲，伊进前伫个记者会顶头有公布牵涉案件的教保员相关名声甲相片。14早起去到台北地检署告王宏维妨害个人名誉，以刑法加重诽谤罪提出刑事告诉。时代力量立委王婉如14早起到台北地检署提告有关王宏维指控王婉如不伫记者会顶悬公布邦桥市桥案教保员的名字甲相片，强调这是无影的代志是万恶，以刑法加重诽谤罪提出刑事告诉。他指控我的是在我的记者会上来提出名字以及照片的全部公布，光是这样的资讯，其实就是一个不实的指控。有关于这个网络上所讲的这个名单，这个并不是王文委员去做公布的哈。这个遮蔽的个资，如果是没有办法去特定个人的话，这样没有构成违反个资法的问题。不过，王宏维指出，立权会创会理事长王维军6月7日面册答问当中，押出教保员的名字、英文名字，也有教学的班级，搁伫个尾啊标注王婉如。王婉如无组织相关告知泄露，批评王婉如提告是做贼画掠贼。6月8号的脸书里面，王婉瑜你还被 tag 在里面，王婉瑜去选择告我，这叫做恶人先告状。我愿意为我们第一线的幼儿园的老师来挡子弹。我们这边是台湾，是以中文名字为一个代表。如果要以那种英文名字，然后说我泄露个资，坦白讲，那我真的也没话讲了，那就交由司法去处理吧。王婉如表示，真侪文章拢会被标记。如何应对每一篇文章做了解？佮表示为5月接着加速定前甲即马，无讲出任何教保员的名字、相片甲电话。进前的记者会直播拢也佮伫咧用证明。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昨公布性平3法的修法草案，明确确定利用权势性骚扰处罚是会加重。即马这草案已经送到立法院，希望伫立法院的临时会7月底完成三读。不过，朝野党团立委家己的版本呢，这提案数量已经超过70件。就拿赢立委认为讲，这临时会只有2礼拜，要互性平3法修法通过，有影是伤过迫啊。行政议会通过性平3法修法草案，针对权势性骚扰加重处分，相当刑罚8万，处3年徒刑，各1到5倍定罚性赔偿。希望用伫立法院临时会审议，要拼7月底三读修法。不过，时代力量党团呼吁，除了性平3法，临时会也应该纳入，应当抵消性侵追诉时效的刑法修正案，确保被害者权益。我们手上也有好几个案件，基本上就是说，在12、13岁的时候被性侵，但是现在到了这个30多岁的时候，恐怕这个追诉权时效都已经过了。跟其他政党最大的特别呢，是在地方政府部分要设置性骚扰防治中心。民众党团是对性骚扰的法则。应当追诉加申诉期限，拢比行政院版本搁较增加，搁提出应该成立专职机构。朝野党团立委拢有家己的版本，甲13提案数已经超过70案。和国民党立委认为，伫临时会期间特别完成修法，太过凊彩。性平3法里面有非常多重要条款，应该汇集更多的声音跟民意，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不希望立法院只是过水。那在草草的所谓2个礼拜，大家集思广益啦。立法院是一个合一致的地方如果可以形成共识，我相信在党团协商里面大家都会共同来做一个努力。民进党团对真济草案版本表达尊重，表示希望朝野理性讨论有共识，伫临时会通过性平3法修法，赶紧回应社会期待。记者综合报道。
行政议会昨通过性平三法的修法草案，要送到立法院审议。绿党伫早起的记者会顶头表示讲，这行政院版本的草案也有真侪欠缺的所在，由专家和这民间团体提出因的版本，认为这三法除了爱整合以外，也爱改善处理流程，也有申诉的方式。甲请愿书交予立法院代表，13行政议会通过行政院版本的性别平等三法修正案，今仔日早起送到立法院，立法院会开临时会处理。行政院的版本甲刑度、罚金赔偿拢加重，其中针对权势性骚扰会加重处罚。行政法的部分，若是雇主甲人性骚扰，上悬罚100万；另外增加民事定罚性赔偿，上悬罚5倍。不过，绿党认为也是无够周全，也提出因的修正版本。每一部法律都有台湾绿党，我们集结专家还有公民组织一起讨论出来的版本。我们希望立法院这一边呢，大家可以正视这样修法的重点。绿党即摆提出的修正版本，包括性平三法爱结合，修改性骚扰的处理流程，包括不管被害者是透过什么方式来申诉，拢要立案到各管区的性骚扰处理委员会。所以我认为说，这三法它有势必要实质整合的地方。性别工作平等法去新增，尤其是雇主当他是行为人的时候，那现行的法规确实缺少了如何去申诉的这个机制，所以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黑数。绿党是表示，应该爱甲性骚扰防治法加做一般法，其他两法是特别法，改善即马三法拢无关联的现象。记者柯嘉选谢桂林台北报道。伫高雄的南马溪加工区中央路有一间专门做阿库里的公司，今早起发生火灾。这厂房使用的化学原料拢是容易导火物件，这火是烧甲真猛，也一直传出哔哔哔哔声音。消防局来拍火了后，已经有把这火势控制落来啊。插片的烟加上火焰持续咧烧，现场阁会当听到爆裂的声音，民众是赶紧来疏散。南马溪加工区的日商所美百公司专门咧制作亚克力相关产品，早时7点外有可能原料槽附近起火，属于易燃物。透过空气的画面来看到火势咧弹是非常的紧，厂房几乎是袂当看到原本的模样。位置比较靠近原料槽啦，比较靠近原料槽。原料它是不是密闭在一个主槽里面？这个原料是易燃的吗？很易燃。那爆炸先他们瞬间就起火了。那我们当下就把人员全部疏散到外面来了。消防局派180几个消防人员来拍火，加上消防机械人员进入到火场控制火势，避免拖起周边的厂房。但是烟雾嘛，互下风厝，亲像是做营、高山等等的所在，闻着真臭的味。经过环保局的检测，发现空品的相关数量有上升，会持续来检测。它是属于甲基丙基酸甲酯的易燃物。那所以在这个扑灭的部分必须先控制火势让它能够在一定的范围里面燃烧。目前所测得的这个所燃烧的这个气体呢，基本上就是 MMA 它并没有毒性。是属于劣管的，但是会有点呛鼻。市府强调，这产生的气体对人体无害，不过有插片的味。呼吁伫下风厝的居民，要甲窗仔门关好严。预计厂房内底290吨的易燃物烧了，才会当完全来拍火。而厂房的损失也是敢有人为所失，要后续来调查。记者王柳婷、柯正俊个报道。伫台南北区大兴街，昨暗9点外时阵，有一间 KTV 的厝尾顶，这看板熊熊着火，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把这上百人疏开，赶紧牵水线拍火，加在这火势10分钟内就拍花，无人受伤。不过这着火原因也佫需要调查。厝顶的看板规个大火烧起来，而且火烧甲正猛，也有一寡火势伫天顶落来，内面 KTV 的服务人员赶紧疏散人客。我们在唱歌，然后突然被通知有火灾，服务人员很紧张的样子。在1楼用餐，然后突然听到嘣一声之后，有哔哔哔哔的声音，然后才发现外面一直有东西有在掉。台南市北区大兴街一间 KTV 的厝顶看板，13暗9点外突然间大火烧起来，消防局接到报案，出动20台车43个人到现场牵水线，甲用分推车拍火，10分钟了后就把火拍花。火警在无人员伤亡，大概有100出的人员从这个营业场所里面疏散人员都是安全的，那没有受伤。9点出的时候，我们就进行把火势扑灭。因为厝顶的看板为什么烧起来，一个财务损失的情形，即马消防局正伫咧调查。
记者综合报道。伫新北市五股站有一对爸仔囝冤家相拍，老爸爷倒甲后生抬着伤，警方已经甲这个老爸抓起来，也那爸仔囝两个人是互相指控伤害。经查，系儿子向父亲索取债务，双方发生口角推挤，父亲一时冲动，遂持刀攻击，伤者无生命危险，送医救护。全案双方互控伤害，依法送新北地检侦办。刀子给我，刀子给我！是因为32岁后生甲61岁老爸讨小讨25000块，这爸仔囝两个人就开始冤家相拍。老爸举刀啊，甲后生抬，后生的肩胛抬，还佫脚趾偏拢着伤。警方赶到现场，先甲这个老爸抓起来，两个人拢送病院治疗。也那爸仔囝两个人是互相指控伤害，专案移送侦办当中。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世界卫生组织第14甲大糖阿斯巴甜列作是2B 级的致癌物。这2B 级的就是讲，对人体研究致癌性这证据是真有限，不过伫咧动物实验这个证据是无够，可能是会引起癌症的成分尔。阿斯巴甜是真接看的人工甜味剂，甜度真悬，活近蔗糖的200倍，啊，毋过差不多无热量，常常用来代替原果糖糖浆、蔗糖也是焦糖来做代糖使用。市面上有活近6000种商品有加这种阿斯巴甜，像讲起膏、秋莲糖、优格。加烧的药水，也有一寡讲做无热量、无糖的可乐果汁。虽然这种化合物使用这么多，不过为1980年代上市了后，阿斯巴甜的安全性一直有议论。世界卫生组织所属的两大机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世界卫生组织食品添加剂委员会，对全球有几多成分科学研究进行分析了后，就是宣布将阿斯巴甜列作2B 级致癌物，意思是对人体研究的致癌性证據有限。动物實驗嘅證據無充足，可能是致癌嘅因素之一。So the working group classified aspartame as possibly carcinogenic to humans, that is group 2B, based on limited evidence for cancer in humans. This was specifically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which is a type of liver cancer. 剛數2B 級致癌物包括着挪威跳蚤物、亞洲的醬菜類，也個目江的工作點300多項。世界衛生組織 WHO 公布的攝取安全限制，要按照個人體重來計算，每1公斤40毫克。So if consumers are faced with the decision of whether to take cola with sweeteners or one with sugar, I think there should be a third option considered, which is to drink water instead, and to limit the consumption of sweetened products altogether. 營養專家特別指出，厝內飯桌頂上好莫放有糖的飲料，以免囡仔養成愛食甜的習慣。另外，佫強調有一寡證據顯示，甜味劑對減肥無效果。公司新聞王慧文編譯。科索沃伫今年4月有一場選舉，北部4個駐地城鎮因為塞族的民眾抵制投票，說服別個族群的人選調迄個區域的一個首長。也科索沃總理庫提13佇咧國會發表，要安怎解決北部選舉爭議的時陣，所有一個機關向甲破水，隨冤家相拍起來。也因為歐美國家有咧甲因施壓，庫提12則宣布講會甲北部塞族區域的警察數量減少，而且迄個所在選被重新舉辦。科索沃總理庫提當咧國會發表講話，說明政府為着要來緩解北部緊張局勢所採取的措施。副總理甲講台前一張在野黨所帶的講庫提講白菜的這個圖片甲掠落來，引起反對黨議員不滿，有議員就直接對庫提甲破水抗議。雙方的人馬攏聚集佇講台前，隨着冤家讓座，衝突一直到警方介入，甲總理庫提甲帶離現場，代志才收煞。引起這場相拍的主因是今年4月一場地方選舉，北部有4個駐地市鎮，因為這個塞的抵制投票，讓阿爾巴尼亞的候選人當選這個以塞的人口為主的地方首長。當地伫咧賽後，就爆發激烈的衝突，還佫造成北約的維和部隊的成員受傷。
美国甲欧盟这个科索沃主要的西方盟友拢甲库提来施压，要求讲国爱来平定当地的紧张局势。库提伫12宣布讲要减少派驻市政大楼的警力，并且要搁定期举行选举。Pra 25% të policëve do të zhvendosen diku tjetër në po ato komuna dhe do të vazhdojnë detyrën atje ku ka më shumë nevojë për ta, meqense konsiderojmë se pranë ndërtesave komunale situata tash 2 javë është krahasimisht shumë më e qetë。只是各会反对派的议员，伊无要信道，认为讲库提过去几个月以来，已经来拉起国际盟友之间的矛盾，已经危害到科索沃的国际地位了后，才伫咧做出让步。这场国会的相拍冲突经过4小时了后，会议同款来搁再开。不过反对派议员煞咧霸占讲台，无要互执政党的议员来发言。欧盟伫咧进前捌表示讲，科索沃甲塞尔维亚这两个国家应该搁爱来透过对话来解决问题，才有法度来加入欧盟。为着要来防止紧张局势政权，北约已经甲科索沃来增加维和部队。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伫咧非洲苏丹政府军甲军事武装团体来内战，几个月到当时也未收煞。联合国表示讲，伫咧苏丹的达佛发现到一个中亚部尚无有带87个人，伊是怀疑讲是武装团体甲这群人杀掉的。根据联合国人权办公室所接到的消息，苏丹伫咧过去12礼拜内战冲突上严重的地区达佛，发现大正侪尸体乱葬岗，拢带伫咧1公尺深的土内，其中一寡是来自非洲马萨利特部落，凶手是苏丹准军事武装团体快速支援部队，甲一支附属的阿拉伯民兵组织。Have been buried in a mass grave outside the region's capital of Al Janina on the orders of the Rapid Support Forces. Local people were forced to dispose of the bodies in a mass grave, denying those killed a decent burial in one of the city's cemeteries. 联合国嘅声明讲，6月20先发现一个千蒙阿堡内面第37具尸体，第2天同一个所在阁发现50具尸体，其中有7个妇女加7个囡仔。屠杀事件是发生伫咧6月13到2日之间。在此进前，当地才发生西达佛首长阿布卡被暗杀的暴力事件。人权组织讲，伫过去2个月以来，西达佛一直发生暴力事件，真侪城镇村庄被抢劫破坏，几60万人逃走。国际移民组织讲，超过23万8千人遭到边缘国家查得。They attack us, and during they attack us, and in the roads they took us everything: money, food, clothes, and even they killed, the relatives and the friends. 国际刑事法庭 ICC 已经针对达佛的暴行展开调查。2000年初期，达佛发生过种族灭绝的战争，迄当阵非洲的族群起义，指控阿拉伯人主导的克图姆政府歧视涉贪。前独裁者巴希尔政府被指控武装当地阿拉伯游牧部落，针对平民进行报复。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体育大车拼，台湾一定赢！世界听奖倒球锦标赛，咱台湾男子团体代表队派出去年伫听奖奥运摕到金牌的杨英忠、王凯翔、罗树佳，还有郭国东这4个人。目前伊是伫咧分组是排第1，拍入去前4强，而且伫咧昨是3-1拍赢日本，即马要来拼金牌咯。13个4强战，穿红衫的台湾对穿乌衫的日本。第一场台湾派世界听奖倒球单打排名第4名的王凯翔，要抢第1胜。王凯翔靠着强烈的攻势，先摕到第1局。不过日本的川口公园也无伫咧远，硬是拍到匕首。王凯翔一开始攻势正强，摕到9-5领先。不过尾啊，家己骹步乱去，目睭紧紧看到川口公园逆转成功，摕到第1胜。第2场比赛，台湾派听话的5条元老杨英忠，靠着伊丰富的经验，拍甲正在。日本选手几多遍进攻拢无成功，一直拖大气。上尾杨英忠顺利3-1为台湾摕到第1胜。第3场台湾派罗树佳，因为伤过紧张，一开始就1-2落后。好佳在伊尾啊有较在，开始力拼，连续赢2局，摕到第2胜。若果赢1场就当晋级。台湾国派杨英忠对日本摕到第1胜的川口公园。川口公园虽然一直进攻，不过也是无法度突破杨宗英的防守。杨宗英连续摕3局，摕到关键的胜利。前面4局就是紧张期，然后
脚步没踩好，然后就一直乱失误。对，不然其实前面如果有稳稳打，应该可以打更好。就我们一定拿了2点，对，就没有那么紧张了。对，尽力发挥，把球打好就好了。进了2点外钟，台湾顺利晋级金牌战，14将会对乌克兰。台湾男子队虽然拍甲真忝，严格讲一定要把金牌留来。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头一粒全部家己制造的气象卫星大风者，按算今年9月会发射出去。这国家太空中心今早起有举办大风者卫星启航仪式，总统蔡英文和行政院长陈建仁等官员也拢出席典礼，希望这粒卫星会当帮助到咱的气象也佮科学研究。在报告顶悬签名，劳接开会了后，托班车载卫星箱离开。台湾家己做的大风者卫星14早起为太空中心的手棒运出，准备送去桃园机场。它会发出电磁波打在海面上，它接收到以后经过讯号放大，然后讯号处理。然后可能可以估算出来这个海浪到底浪高多少，对于气象的预报非常非常的重要。大风者卫星是第一粒台湾制造的气象卫星，自测率超过8成，在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反射信号接收机，会伫550到650公里卫星轨道接收全球卫星导航相关的信息，来计算海面风场资料，这是目前上缺少的气象资料。我们未来发射了10几颗卫星。所以变成它就自然形成一个星群数据量甚至会比现在的福卫7号6颗还要更多。大风者卫星配合地面雷达的高解析度跟海风场资讯，营造为风台路径、中港和预测加海气交互作用在研究。太空这个网络接起来以后，跟我们地面上的网络接起来以后呢，你可以想象很多的应用，现在才正在开始。承载台湾发展太空产业、参与太空时代的决心。那么猎风者卫星更代表了台湾制造，不仅能站上国际，也飞向太空。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长陈建仁等官员亲身出席大风者卫星启航见证。其实卫星原本第一季就要发射，不过进前规划在的植入性试行火箭，去年11月第一摆商业发射失败，才延后时间。即马大风者卫星准备好，要在植入性火箭第一发射过亚那升空。台湾这几年来自主研制卫星实力继续提悬，除了希望大风者为全球气象科研带来贡献，也希望台湾伫太空产业设计、制造甲发展，应继续向前行。记者综合报道。警方进行10天的专案行动，要抓违法的行为。这届有抓到49个人，查扣上千万，其中有嫌犯利用假投资诈骗。警方初步估计有200人去哄骗，而且还有嫌犯找不留业者，私底下替业者伫咧挖钱，对这内面抽一寡利头，一年过手的金额就有大票5亿遐济。警察甲门弄开，叫嫌犯拍咧涂骹，对伊的徛家超出大量现金。摕点钱机来点，脑袋票、佮港票，加现场的销行钱，差不多都要9000万。靠手铐互人上班，伊就是34岁细林的主嫌，组一个地下换汇集团，讲这手了汇比银行佮较犹太，私底下替美酒公司专门咧做2换汇款，佮找物流公司来甲斗暗号。以汇兑公司名义那透过物流公司这种代收代付多笔且复杂的交易记录这种特性来掩护它的地下通汇的金流。刚好物流公司负责代收代付，逐条交易完成，台当抽一拍。警方查到不法集团当年过手的款项，就超过大票5亿。除了有人咧违法换汇，另外还掠到假投资诈骗。入去到徛家所在，掠到这姓王的查甫人，警方发现伊的身家讲伊是咧做出版的，开说明会招学员来做股东，逐个月会当领1趴的股利，过来就骗民众爱投资公司所出的加密货币。代志别空就比无人，等若风声过，就搁再开新公司继续骗人。警方按算有超过200人受害，违法得利超过2000万。我们今年上半年这个扫荡黑道帮派以及尤其诈骗案件，跟去年同期来比较，有大幅的一个成长，打诈的能量都继续在发挥。
过来诈骗成功，各种犯罪一再出现，警方嘛拍拼咧查，10天的专案清扫就抓到49人，查扣不法现金2500万。不过除了尾仔掠捕，要安怎伫民众受害进前，就加先查落来，发布会游玩，搁要受办法。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防止诈骗 ，NCC 推动国际语音警示措施。这电话卡内若准是8869开头，就先听到7秒的语音警示了后，才会接通电话。由中华电信开始做，按算17就要开始实行。我就按照原台定啊，冻结名下资产1年6个月。继续检验卡电话，民众差一点就中计，这种诈骗电话一直拢有，都惊有人互骗去。即马中央出新报。接通是国际电话，请注意小心诈骗。接通是国际电话，爱细腻哦，唔通去用骗去。各台语声声都播放，互大家爱加注意。NCC 推杀国际语音警示，电话显示加8869，起来电话一个接起来，预防语音诈骗，会先播放7秒了后，才当接通电话。为中华电信先试做，一定为7月17正式上线。应该是好的，诈骗越来越多，我们这个老人家真的是那个，我就脑筋转不过来会被骗。如果接起来那内容如果很像真的话，就算他前面跟你讲说是诈骗，有可能是诈骗，你还是有可能会觉得是真的。会播放预防诈骗语音，是因为看数据资料，最近诈欺案超过2万件，财损一直创新高，而且牵涉到诈骗的电话号码，大部分拢是境外。分析165提供涉诈电话。发现90%是+886开头。新措施由市内电话先开始，实施1个月后 ，NCC 会看效果，差不多10月底再来全面扩大到5大电信的行动电话。就是诈骗集团，它其实有一直不断的在进化当中。那进化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的跟它对抗或防范的武器，很多时候可能不见得一定是能够跟得上这样的一个脚步，尤其一些新兴的太阳。公部门防止诈骗，有学者是讲，先做法想法是真好，不过诈骗的方法一直变新，都惊无法度预防，呼吁政府都爱多方面做伙做。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有立委和民意代表做伙召开记者会，呼吁社会主体爱用轮流的，互真正有需要的人通好去申请。那照排队会当大入去，唔通搁再用抽口的方式啊。研究署表示讲，社会主体伫114年起上济，上紧伫114年就会推动轮流校补制度。中央地方速合作，色彩入驻采轮后。话讲社会主体爱纳入轮候制，立委赖品妤甲真济各地议员强调，即马带社会主体用抽签的方式，互民众爱靠运气，都那亲像着乐透共款才会当抽到。不过改这轮候制，就会当互有需求的民众申请，并且照顺序入去段。可以按照不同性质的基本积分，还有额外积分去加总，那让需求性、合适性较高的人，能够依这个顺序去优先入住，不应该是让大家变成说是用运气决定，而是应该要看非常实际的评比的条件，以及实际的这个公平的状况，才可以让青年朋友不会从期望转为失望。研究署表示，因为即马上会当大的社会主体数量较少，差不多2万外户，不过已经完工国家已经决标的社会主体有7.9万户，行建高峰会伫114年，所以规划上紧114年加轮候制加纳入。目前可以供入住的大概只有20401户了，那的确没有说滋生多少，应该是114年会达到整个新建的高峰。那高峰的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可以把这些轮候制就搭配进来。立委嘛为青年清明，希望伫弱势以外的一般住户内底，会当互青年族群增加积分，提升大社会主体机会。研究署是应讲会去研究。嘛会赶紧甲各地方政府沟通轮候制的规划，若是真侪届落选加签制，日本制度是落选4至7届，就会当有2届抽签的机会。研究署表示，这是相对比较较紧会当落实的制度。记者综合报道。爱水是人的天性，不过有这医学美容诊所甲人煮减肥针，煮了后已经经过1年外，毋那腹肚痛无消，佮变做是一块一块定定，甚至有的所在已经钙化，需要开刀甲挖出来。民间团体表示讲，
肝德健这款是用来治疗肝炎、肝硬变，说是有一寡诊所甲伊摕来当作是减肥使用，还有卫福部就要重视治疗病情以外的使用问题。规相片当中，能明显看到手术了后，腹肚肿起来，还有一个所在是落落去。2021年3月，陈小姐为消毒腹肚的智能油，伫医美诊所建议之下做肝德健消智能油，想袂到手术了后超过1年，腹肚慢慢正做死的肿起来所在。到大病院看医生了，才知影腹壁脂肪已经害死，个有8分形成，还有2个所在已经钙化，只好用手术的方式来切除。简单小姐甲诊所的拍官司，肝德健的副作用的这个说明，其实陈小姐被害人她其实都是没有签名的，甚至之后我们跟诊所要我们签了同意书，才发现说上面的日期竟然被篡改。这个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然后因为我们为了保护客人的隐私，所以我们就不便发言。陪伴开记者会民间团体表示，肝德健注射剂是用来治疗肝炎、肝硬变，不是消智能油。图啊顶悬佫说明皮下注射或者是筋膜注射。虽然医疗院所讲肝德健是用于消智能油，属于适应症外使用，毋过根据卫福部公告的适应症外使用原则，爱用伫疾病治疗，而且免广告，呼吁卫福部应该重视医美适应症外使用的问题。还特别告诉你不可以皮下注射的，那我们是用在皮下注射，其他国家使用，我们国家没有通过的话，事实上就是禁药啊、违药啊。告知同业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再请大家去落实，因为法规都在了。卫福部表示，适应症外使用原则已经是有真侪年，对安尼使用原则会阁甲专家进行讨论，对特定个案是否违规广告的部分，也会进行调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开3.1亿改善的中华新港滨二路，去年底完工通车。不过，伫咧车路中央的广场，却是无上也无设施，所有民众去遐披萨拍面批。负责接管的公所就表示讲，目前因只是干那代理管理尔，也那这部分呢，因会甲县政府做伙来规划改善。广场中拍着几啊层面批，结果直接挂伫咧树仔的架仔顶悬，边就是车辆通行的道路。中华新港的滨二路，从这个16公尺宽、2公里长的广场，因为长期放伫遐拢无使用，民众规气当作家己厝的拍沙场。因为那边的没有什么用处啊，晒衣服啊，他们晒棉被也是觉得一种浪费啊。对啊，所以你们要建设好就不会晒棉被啊。这条滨二路经过3年的工期，去年10月才通车，开了3.1亿。我们拍算规划做观光廊道，在伫道路中央规划广场。不过民众表示，广场并无任何设施，就连假日的所在嘛拢无。最近天气非常热，根本无材料久留。寒天东北气风嘛伤强，认为实在是浪费钱。起码你讲有障碍啦，你做来，向未来啦，你要来遮看见，你看什么？想啊好，看要做什么改变，要有什么作用再来做。中华新港乡公所表示，虽然改善工程完工，不过欠水欠电嘛无设施，以公所的财力无法度来维护，目前只是协助县府来代管，暂时无接管的意愿，嘛就会甲县府来研议，先就相关的设施补助改善的经费。公所当然在接管之前希望可以再跟县府这边沟通，然后争取一些经费。修改的钱是请工业局出。未来维护的钱如果不足的，县府就会补助这样子。中华县府表示，这项改善的工程是由经济部工业局来发包，卖甲公所讨论改善的计划，完成改善了后，再进行相关的接管作业。记者中华采访报道。最近伫咧云林的古坑拿来山区，有传出着游行流离下的灾情，亲像古坑的南华国小这冷气，也有这山区居民厝内面的电器产品，拢有这款狗遐去遐做收杀害这电器产品歹去情形，学校甲居民也当咧向政府讨救兵啊。云林古坑华南国校一只黑色的琉璃虾顺电火条电线爬入去墙围啊，佮走去教室内底。连囡仔平常时咧耍的游乐器在边啊，嘛有真侪狗遐。这款情形已经维持几个月。是总是希望把教室环境啊，各个场所维持的比较干净哦。所以看到这些蚂蚁，其实老师跟学生都还有所顾忌啊。坊间的蚂蚁药就是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就一阵子之后，它可能防个2-3天、1个礼拜，然后之后又会跑出来。
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困扰。那山区的学校有琉璃虾危害的灾情，连附近的住户嘛讲琉璃虾常常秘伫家电用品内底，造成各样。那华南国校最近嘛有3台冷气的主机房，因为高遐白日去做修，冷气歹去，转甲相关单位求助。使用环境用药来做一些初步的防治。那对于就是说比较大的这个蚁穴已经成为一个稳定的这个族群的时候，我们是建议用一个这个引诱剂来诱杀这些蚁类。我是希望说，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必须不要做点状的一个防治，必须一个系统性的一个防治，针对古坑的山区这些流离好发的一个地区，做一个系统性的整治。云林动植物防疫所表示，今年琉璃虾数量增加，可能是因为天气伤热，本地伫孙仔地槟榔园做秀的狗虾拢走出来。那学校表示，虽然这寡狗虾未直接危害老师甲学生，不过认真来讲嘛造成困扰，希望相关单位会当找到更较有效的防治方法。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热天热拢会去耍水，伫台东市的天然稳泉游泳池，最近这几年水位一直咧降，游泳池是真欠水。有民众认为讲是边仔厝起了伤过济，这排水设施拢甲地下水源排走，才会害这个游泳池无水。台东市公所表示讲，已经规划要乌水井，甲这游泳池的水保护甜啊。去年7月，台东市天然泳泉游泳池就要发生水位下降，迄时阵水位也有10公分左右。不过2年后，同款是7月，用要无水，其中鱼类被逼伫村的水中活动。游泳池虽然也是咧开放，不过未当受水。附近居民怀疑是这几年边仔起几栋大楼，相连水面和大量排走有关系。大楼拢讲切到拢无水了。特别是在地下室的开挖，它需要做这样的一个地下水的这样的一个抽取后，当然都会有去影响到我们整个涌泉它的这样的一个水位吼。台东市公所捌要车专家研判，除了这几年天气可化欠水，也无排除是更难治，将用泉水面排走。目前已经规划发包动作，抽水补满。有民意代表认为这不是办法，用泉池一直发生欠水情形，可能要思考转型。那装下去30公尺，应该就会达到我们所谓的受压水层。那把受压水层上面的那些水，把它取出来。如果因为大型建案的建制下去之后，造成水脉的移转，而铺路都从此没有水的话，那我们施工所也必须要好好去思考一下这个铺路的未来吼。这天然泳泉游泳池是国内少数特色游泳池，而且有超过90年的历史。10年前，市公所争取8000万改起，即马阁要转型做其他用途，恐怕交代袂过。不过市公所乐观评估，但周边建案完成地下室工程，水面就会转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南的阿布卡路种的面积是全台湾上介济，也过2礼拜就会当收成咯。不过，就农民发现讲，受到这个雨水变质的影响，3-4月啊，这花开刷了后，却拢未调果，初步估计减量有减3成左右。农民透早就伫果子园内底无用试试，用刀架甲油来啊套起来。不过今年因为可旱较少落雨，3月4月开花期结果的状况无好。欠水指数那个比1年严重，油来啊生袂大的比例嘛变高，有个会减收3成左右。然后今年梅雨的部分也是没有下很多，所以我们今年的那个花开的比较晚，所以采收期有整个延后。然后在成长期的时候又缺水，所以它果实长不大。然后就是现在都小小颗的，然后也因为缺水关系，所以落果很严重。今年花比较晚开，然后又缺水，所以量会减少很多，因为都没有下雨啊。都没有下雨，那气候又不顺。根据台南市农业局统计，台南油来啊年产量超过9000公吨，产值大约6.4亿。今年剩未少青农投入生产，建筑面积增加，品质产量明显提升。台南市政府将对农民反映那个严重，表示这不是普遍的现象，不过也未达到天然灾害标准，会去观察。产量比较较延后较延后即摆咱农民有回报是有部分落果阮拢讲这是落果是自然的一个落果现象。那假使讲有这个天然灾害补助的办法咱农粮署伊会派技术员落来会勘。农民讲，油来啊的行动过程惊水，不过佫袂当无水。今年受大水祸影响，旧年水情恢复正常。想袂到今年佫拄着可旱，
农民就爱搁去再水才会当引产，加上肥料顶农资在介绍农总起，种种成本增加袂少。那大内区公所要伫7月23办优来亚节，希望会当协助农民行销，带动经济。记者文正兴台南报道。台北国际夏季旅展今早起举行，只是疫情过后呢，头一届有中国业者组团来到台湾参加展览。负责协调的海旅会就表示讲，这是两方互相表示好意的头一步。台湾旅游交流协会理事长赖锡珍甲中国参展旅游业者，伫夏季的旅展热烈交流，再个一个一个到参展的单位参观。疫情了后，60外个中国旅游业者来台湾参展，拢总设47个单位。不少旅行社甲中国籍的航空业者也拢来参展。2019年的两岸夏季旅展是疫情前的最后一次展览，这一次呢，我们也很开心，疫后两岸首度合作。主要呢是推荐大陆的这个好山好水。那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宣传跟推广，能让更多的这个台湾民众可以有机会了解到我们的这些优质的旅游目的地资源。两花什么时阵会当过开放团客来往也唔知，不过中国业者疫情了后组团来台湾，业界是讲也算是台旅会甲海旅会两个小会的交流一大进展。疫情了后，航空公司因为机位无够，一线城市的票价起价。旅游业者上阵暑假商机，推出2线城市包机，压价团费抢市场。包机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好处就是说可以提供客人更多机位的选择，而且也可以稳定我们的机票的这个价格。因为拄到暑假旺季，业者嘛分析，7月份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团客旅游也已经未超过9成。民众呢只想要趁旺季出外佚佗，热门的航点机票价格平均会贵1成至2成以上，出国人会真多，所以爱加留出入境的通关时间。记者综合报道。画家詹日升最近伫咧宜兰圆山举办公益画展，詹日升表示讲，展览的作品若准有卖出去，会摕20%来帮助流浪狗，加做生命教育基金。所以我是用红色的来做主题来发挥，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家的狗就是它是比较热情，比较有一点活力。画狗做主题，红色是主色调，表现出家己厝的狗是遮尔热情，佮有感情。画家詹日升最近伫个圆山乡以“拢爱看见希望”做主题办理画展。假使讲画展的画若是成功卖出去，20%会甲投入去流浪狗的救援。那我们来这边看画展以后，如果有这个缘分来收藏作品，我们会捐出20%来帮助。默默书画展展到8月初6，拢总有30百。詹日升的画作是以心灵安踏来做创作，台北的收益拢会来到这当年照顾流浪狗的物册店。詹日升甲册店的头家康树凯，伫5年前5月做伙来救9只流浪狗，因双人拢有饲一只。伫个画内底，这只红色的狗就是苏东时认养的。默默书店一直长期在做一些生命教育的一些课程的推广。然后大部分都是公益，没有收费的。这个流浪狗常常都去互人喊，也是讲去打着人掠野兽的福啊。要来救这个受伤的狗，康苏凯伊长期来投入心血，伊希望这个画作会当顺利卖出去，来正做册店内底办理生命教育的基金，并且刷咧来做救援的工作，会当互更加侪流浪狗有人来疼惜。记者综合报道。食爱食在地，而且爱食着时。不过这听起来真简单，事实上运送过程当中造成真侪碳排，而且全世界有8亿人等咧遥寄食顿，咱台湾说是一年有220吨的物件食无了，就安尼拍算去。长期环保局举办珍惜实在活动，希望推广给大家一款新的观念。厨房来选手咧展功夫，除了爱利用土园在地的潮湿的食材，还佫爱达成全食物的利用，袂使有春喷。桃园市环保局办理多姿赛竞赛，是罗浮高中餐饮科的老师，还佫有多姿赛杨胜敏，因来摕到教案组还佫有料理组的冠军，伫9月16会代表桃园来参加环保署举办的全国赛。不要过度的去烹调，主要呢，我们就运用了桃园的大褐米、大溪的韭菜、绿竹笋来呈现一个石锅拌饭。
用永安渔港的虾来做一个荔枝虾球。教案是以泰雅族传统的一个意象，叫做哈玛利舌头这边出发，然后希望从这个地方让学生学习到一些习食的观念，其实是建立在泰雅文化传统里面。国际期刊 Nature Food 研究，食品的运输占道路车辆排放碳的50%，嘛超过其他商品的排放量。环保局讲，这边的料理比赛用大园出产的米、大颗的韭菜，还佫有复兴的绿竹笋。这若是甲外县市国家食材甲运过来，安尼当来减少1196公里含281公斤碳的排放。首席厨师，他这个席就是习食的概念，也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用多少、买多少、吃多少、煮多少这个概念哈。根据环保署的统计，台湾一年有20万吨的喷，若是甲用这喷桶甲贴起来，会当有贴出5万座的台北101大楼遐尼悬。规台湾有1/3的喷数拢是这喷造成的。同环保局嘛鼓励民众讲，这食材尽量利用遐个下村起角的，也就是讲遐无好看的食材来达到无喷的料理。记者综合报道。大型的文学音乐剧场《骊山之歌》去年伫咧高雄演出受到真大肯定，今年要伫咧台北的国家戏剧院演出，以音乐舞蹈戏剧方式展现，要讲文学家蒋理和的故事。优美的歌声结合当代艺术的舞蹈，唱出一条搁一条的客家歌。这出文学音乐剧《骊山之歌》是咧搬文学家曾理和甲曾体民因爸仔的故事。作家王强玲嘛讲到曾理和甲曾大妹的爱情故事。两个人拢姓曾，又搁是无大姊。伫迄个保守的年代，要结做连理，都受到家族反对。两个人怎相带走离开厝？故乡是原乡。可是呢，命运没有放过他，这样子的人生却带给我们无限勇敢的力量，这就是我们整出戏要呈现的。音乐剧嘛邀请真侪捌去过美国的音乐家、舞者、演员来做伙演出，结合当代音乐、文学艺术、舞蹈、新媒体甲空间美学同齐来创作。艺术总监陈心怡表示，因是要用音乐剧的方式来唱出曾理和甲曾大妹的感情甲无奈。钟理和的一些文本，钟庭的文本，但是在舞台上，我们必须透过一些所谓的转译，然后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架构，那有所谓的塑形成舞台上的不同的人物。然后再透过这些人物、这些所谓文字的力量，去带出整个一个近代的台湾史。艺术总监表示，剧场的人虽然拢唔是客人，不过搬这出戏自头到尾拢着爱讲客语，希望透过这摆音乐剧传承母语，嘛互更较侪人感受客家文学甲音乐结合，看到客家的现代美学。记者综合报道。日本有一种真特别的地下偶像、民间偶像的文化，一寡查某囡仔穿甲古锥伫台顶唱歌跳舞，和电视明星无啥共，却是有真始终的支持者。而且这个文化即摆也传到台湾咯。公司台语台青春咱的帮，一个拜六暗时7点半，要带大家来看台湾的民众受民间偶像影响，找找家己的梦想。今日去音乐节表演场，舞台顶的歌手唱家己编的歌，台下热情的支持者对节奏的发声。一阵穿甲古锥，伫咧舞台顶唱歌跳舞的查某囡仔，因是地下爱豆，论专业，论外形。地下爱豆虽然无法度甲明星偶像来做比拼，不过因比赛的武器，才是因存在价值。因提供的较侪是情感的部分，去甲你的即个伤心的代志啊，也是讲你的一寡较负面的情绪，伊会去甲你想的安尼，互你感觉讲啊，伫咧即个世界其实也阁有人会当要紧我安尼。这3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台湾的民众无法度出国去看明星，所造成台湾地下爱豆的市场变大，来看表演的观众变多，地下爱豆之间的竞争嘛变激烈。想要伫这个舞台顶继续徛好在，个人的实力甲毅力是非常重要。阮正迄阵可能愈来愈侪趋势安尼。除了动漫节、音乐季、live house 这类的活动场合，
地下爱豆嘛，伫咧一寡特别的所在做演出。近距离甲支持者的接触，各用保持基本的界线甲礼貌，打破一般民众对流行趣文化的误解甲排斥。其实因拢甲我讲啊，平常时拢唔敢去即寡所在，因为我的表演的关系，大家做伙去，因为感觉讲很新鲜，然后也觉得很棒。我觉得地下偶像呢，它有一个很大意义，就是它是在勇于追求自己所爱。喜欢我们的朋友也是一样，就是也会有一些现实层面的压力啊，或者是周遭的目光，但是我们就是可以去勇于追求这些。受到日本动漫 cosplay 甲卡哇伊文化影响，流行趣文化嘛改变台湾少年人的美学甲价值观。在地下爱豆陪伴市场的迷众成长。勇敢追求梦想，找到家己的价值。记者吴定武、林建如综合报道。今年荷兰小姐选美比赛是一位22岁下性别的女性科勒摕到冠军。科勒表示讲，虽然荷兰有较开放啊，不过也受真侪人会改偏心。Miss Nederland 2023 Ricky。欢喜甲记载袂调，头顶有关的是22岁跨性别女性 Rich Coren。这个月初尾，伫2023年荷兰小姐选美比赛摕到冠军，伊是94年来头一届摕到冠军的跨性别者。Yeah, I felt really accepted during this traject. We were like a group together. Afterwards, I won the crown. Sadly, not everyone gave me congratulations with my victory.I think that's really sad. 可乐讲，伊逐工伫 Instagram 看到最受粉的信息，甚至甲威胁，互伊感觉真震动。虽然伊的动作无看，互家己尽量干那看好的所在，不过游玩对伊是真大的负担。刷来可乐代表荷兰参加全球小姐比赛，若阵会当阁摕到冠军，伊就是头一个跨性别的全球小姐。就准是伫相对多元开放的荷兰，跨性别者犹原面对来自社会每一个所在的恶意。公视新闻张如平编译。下半部天气变化，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吉兰到新竹对31度到36度，苗栗到云林对31度到36度。嘉义到屏东对31度到3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30度到33度，天后金门马祖对28度到33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